来看这份教育部的统计，这校园性骚扰的通报案件呢，民国110年的时阵是1外件，一直到113年已经超过2万件。学生代表是认为讲，这几冬来是因为MeToo的事件，让学生愈来愈有性别意识。也毋过，其实有教师工会是表示讲，这案件增加呢，是因为有一寡师生之间的冲突，有学生呢卡袂到，就去通报性平委员会。 今年5月份的时，金门县、金城各中老师出的国考题目出现真侪粗鲁，甚至违反性别平等歧视的歹听话，引议论。校园内的性平意识愈来愈进步。根据教育部的统计，校园性骚扰的通报案件是一档比一档搁较侪。伫110年是10300多件，到113年已经有29900多件的通报案件。 在我们受过在20年的性别平等教育，其实学生的意识、性别平等职能的意识可能会比老师还要进步，所以遇到老师有点像让人想皱眉的问题，我们学生就常要检举。拜二，立法院教育委员会召开公听会，检视性平教育的困境。 学生代表认为，这几档因为MeToo事件，学生愈来愈有性别的意识。虽然这是进步的代表，但是也有教师工会表示，案件增加无一定就是代表校园的性平出问题。有老师就怨讲，有一寡师生的冲突，学生卡袂到，就去通报性平委员会。一届调查就是2个月起跳，而且原因有当时足莫名其妙。咱一个国中老师的代志，伊伫课堂中哦，伊咧上课的时阵啊，要教囡仔一寡性的知识，吼，伊就甲学生讲哦，有关于 A 片这个物件，囡仔听到 A 片，伊就感觉讲伊无爽快，伊就会告老师。有时候只是单纯家长对老师的不谅解，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要去提告，所以我知道其实有很多老师就在这样的状况里面，他们可能就提离职。 不管是学生或者是老师代表，拢认为性平委员会有存在必要，但是伊若呼吁教育部爱定出明确规则，甲教学专业和性平事件调查分好清楚。教育部处长朱俊忠也专程参与公听会，也讲到真侪无同的观点，会早登去研究，互校园性平的制度更较完整。记者林秀凯台北报道。